亲爱的主耶稣，满心感谢你，主，阮感谢伫你伫阮过去的日子当中，主你赏赐阮教业用的恩典。主啊，你也互阮有迄个才情，也互阮伫日常生活当中，主阮无欠缺。主啊，阮若拄着问题的时，主你呼求，上帝你的恩典就要临到阮的当中。主，阮感谢你，主，搭伫即新的一年，主，阮犹原要带着礼物来到你的面前。阮毋但要奉献阮的钱源，主啊，阮也要奉献阮的人伫你诚侪你路用的器具。愿上帝你欢喜来接纳阮一切所献的，会当诚侪上帝你事工好的路用。主，阮安尼感谢你，安尼祈祷拢是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请坐。这点我来报告本会消息。本会消息第一项，本主日要举行2026年第一次圣餐礼拜，咱第一场、第二场、第三场拢联合伫遮，敬请全体的陪餐会员用拱手圣餐，同沐主恩。第二项，因为春节的假期，咱伫本会伫2月15日的主日礼拜、2月17日的新春礼拜，以及本主日逐项的奉献，咱拢要刊登伫下主日的周报，敬请兄弟到时会当留意来核对。多谢恁的配合。第三项，2月27日星期五是国定的假日要补休，所以本会办公室有休假。2月28星期六有正常上班，敬请兄弟来注意。第四项下周主日3月初1日是总会所定妇女事工主日，当日第一场、第二场的礼拜由何爱金牧师来讲道，敬请兄弟备万心奉献甲代祷。第五项下周主日3月初1日下晡3点半，要伫1楼副堂要召开3月份的中职会，敬请全体的中职出席，当工以及机构的首长请列席。第六项，本会定期3月13日星期五暗时6点半到9点半，以及3月14日星期六上午8点半到暗时的9点，要伫敬拜中心来举办专人的健身营，对象是本会受洗的会员以及门徒学校上期的学员必修的课程，费用学员是600块。囡仔是200块，这是包含伫咱的册费以及咱的餐点的所有费用。请伫3月初1进前，你会当用 QR code 或者是你办公室来报名。第七项，本会2025年年度第一学期信用培育奖学金开始要接受申请。既若有照规定申请，而且符合迄个标准的，咱要伫3月初1日星期日进前，请你来提出申请。3月初5星期4暗时8点，有要召开奖励金小组的审查。本会伫3月初8日星期日要来颁发奖励金。第八项，本会定伫4月11日到12日。也就是星期六甲咱的主日，要举办2026年野外的礼拜，你会当自由选择参加，拢同一个活动，但是你会当选择你要参加1日或者是2日。1日就是伫星期咱的主日星期日来出发，2日就是伫咱的星期六、咱的拜六来出发。地点伫台东阿美民俗文化村、甲治本温泉以及治本的森林游乐区。一日游的费用，每一个人是1375块，3岁以下的是600块，这是无占车位，也无用餐。教会的会友每一个人会补助300块，合作社的社员每一个人也补助300块。2日游的费用，每一个人是4500块，这是咱4人房。
4950块，这是2人房。3岁以下的收1000块，无占车位，也无用餐。9岁会友每一个人补助600块，合作社社员每一个人也补助600块。以上费用是包含伫车主门票保险，甲咱的中昼顿、暗顿。报名到3月22日，或者是讲咱的名额满，咱就早止报名。报名请你往办公室来报名。你若要坐共只车的，请你做伙来报。分开报名就较歹安排。接续具体的消息，第一，合作社的消息，还未领取纪念品的社员，请你载你的存折甲你的囡仔，伫下主日3月1日进前往合作社来领取。第二项，儿童牧区的消息，定期3月8日暗时7点要举行有课幕才艺成果发表会，地点伫咱的主堂，欢迎咱的兄弟踊跃做伙来观赏，以及来甲因加油。接续教界消息，咱请陈牧师。好咱本会出身哦，就是咱教会界推荐去读新人医做牧师康文祥牧师。伫3月7、8下晡3点，伫嘉义中会新闻教会要举行真庭退休的感恩礼拜敬请这大道愿主祝福若有捌的人有想要去才甲办公室来报名。第二，高雄中会教育部有报名参加查经运动的兄弟，请赶紧到办公室来领这个稿纸来抄写。第三，第35届阿西亚访爱盛会8月7日到7、9主题绝对感谢甲复兴，费用28000块，毋过要加300块的基督线的费用。若要参加的，伫下主日3月7进前，一定要伫办公室报名，有护照、影印本，佮交专业的费用。第四，高雄中会妇女事工部高雄小区伫3月2日办灵修的旅游活动，地点伫嘉义，费用是1750块。若要参加的，妇女生活队员是有补助300。其他兄弟要参加，考试是属于队长来报名，就是后礼拜进前以上报告。接续，咱要三个来读上帝话。咱要来看圣经希伯来书第9章，咱要对第7节看到14节。希伯来书第9章第7节要看到14节。你来听，我来读。若是第二经，只有祭司头逐年一摆，家己入去，无一摆无带费，为着本身甲百姓的错误来献。圣神安尼指明，前的会幕要伫地的时，入这的圣所的路还未显明，这是要做现今的披露。照安尼。有得献礼物祭司，就是袂为互服侍的人照良心来得到完全的，因为遐个以及啉者甲特定号的洗，不过是做肉体的礼仪，设立来听候改正的时。当基督已经到，做将来才会好事的祭司头，经过较大、较焦装的会幕。毋是人的手所起造，就是无属伫即世间的。伊也毋是用羊甲牛仔的血，就是用家己的血，入圣所一摆就到业，得到永远的赎回。因为牛羊的血甲牛精仔的肤，嗅伫无清气的人，尚且会诚做因。会互因真性，到伫肉体清气。
何况基督对永远的神献家己无下属互上帝，伊的血也无搁违背清起恁的良心，托你才会死的所行来服侍真活的上帝啊！愿上帝赐福伊家己的话。这点学乐，咱请上联圣歌队。多谢上联圣歌队真水的学乐。讲到，咱要请咱的建业主任牧师，伊今仔日所要讲的题目是借着主的保护，借着主的保护，咱欢迎陈牧师。兄弟姊妹，大家新年快乐！快乐！感谢主吼，咱伫新春的头一个主日，耶和华所定定的日，所祝福的日，咱来敬拜伊。咱若要甲主坐道，今日是头一个主日吼，那兄弟伫清明礼拜吼，所以迄天若无来，若佫有一寡即个过年的新春的祝福红包吼，现在牧师结束伫外口吼，然后有需要的会甲牧师摕吼。好，咱今日读希伯来书这段圣经。当然就是咧讲到主耶稣基督，伊的保护，诚做永远的救赎，互咱会当来诚做上帝的囝儿，领受伊的福气，领受永远的福气。所以咱就要用清洁的心来服侍永远的上帝。兄弟姊妹，伫人类发展的历史中间。有足侪物件是看真简单，但是足困难的。
譬如讲发明这个马桶，马桶哦，这发电机计是100通当尔，哦，马桶，你若无马桶哦，你就爱蹲迄个，人讲这臭粪坑哈，有马桶你就足卫生足清气哦，这足无简单，这是人类的文明啦，哦，会发电，像讲迄水龙头哦，足方便的。哦，你要用水才方便哦，水龙头，看起来小可。搁一个是咱这小朋友吼，若咧细汉咱学写字吼，地虎吼，这个漆啊，哦，还是虎啊，哦，我毋知讲大概是讲虎啊，讲漆啊，虎啊，阮遐是讲漆啊，吼，橡皮擦啦，吼，这个。囡仔写唔对伊吼，搁较糊掉，搁定写吼。有些人讲这代志搁定糊的啦，吼，定来就对啦，吼。有诶代志是会当定来，有诶无遐简单，讲要定来就定来吼。我相信咱心内有足侪代志，一定会想讲哦，这代志要当搁定来嘛偌好吼。有时乡讲伊话说，大家关咧拍歹。实在也无一定迄个意思，来当个夫的定来吼。但是有诶要定来是真困难。有一个歌讲，就是好，就是认真嘛做袂到。有时咱有失错，有软弱，咱真困难做会到。但是靠着耶稣基督的保护，会当来洁净这一切。耶稣的保护就是咱上帝囝儿所袂当欠过的一个元素。上帝囝儿会当刚强壮大，就是因为咱虽然咱会软弱，咱可能嘛会失错，咱嘛会陷入毋对的中间，但是来到主的面前，相信耶稣基督保护有大的功效，咱来当谦卑伫伊面前，伊恳求。求伊的下面，用伊的保护，甲咱洁净，互咱会当定心搁向前。而且咱下早起要甲主坐道，咱就是用即款的心。保护就是上帝施落恩惠的凭据。什么是恩典？就是无任何的代价，白白互你的。这个保护，就是主对上帝囝，咱的主耶稣基督。伊迄个活命会，咱每一个人就是白白领着即个主耶稣基督保护功劳，写做恩典。伊彼得书第9章头拄读的11、10到12讲，总是现在基督已经到，做将来好的事的大祭司，就是祭司头。经过迄个更较大，更较照庇的帐幕，毋是人的手所做的，也毋是属伫世界，毋是用迄个山羊有情的火，是用家己的火，一边进入圣所来成就这个永远赎罪的事。这就是主耶稣基督的保护。咱的爸上帝伫至圣所。只有做得到下边的人，才会当进入来到伊施恩的座前。耶稣用伊的保护，甲咱开这条通天的道路，就是透到上帝的道路，会当来到伊施恩宝座前的道路，互咱一切这罪拢得到下边。透过伊的保护，讲你的罪已经下边了，你是无罪啦。咱对神受称做义，才会当来到爸的面前。今日到教会，所有拢是蒙恩的罪人。咱会当讲阿爸爸啊，阿爸爸啊，咱称伊做阿爸爸啊，就是得到伊的疼，得到伊的囝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因为透过耶稣基督十架顶的功劳，伊的保护洗清咱的罪，除去咱所有的这的罪责，互咱会当得到自由，得到逃放，会当受称做义，这个义
这个字原来希腊文的意思是讲，你对出生到现在拢无犯罪，拢无犯罪。啊，这敢有可能？世间无迄讲出生到即马拢无犯罪，无迄个讲无犯罪的义人。但是感谢主，靠着耶稣基督的保护，互你的罪得到赦免，互你受称罪义。这就是上帝的恩典。以弗所书第2章第8节安尼讲：咱得救是在伫恩典，搁对神，毋是出伫家己，是上帝的恩赐。上帝白白来将伊的救赎的恩典透过伊的囝来授予咱。所以咱今日是得到救赎的人，咱是有福气的人，咱是有价值的人。咱就感觉我是一个真有价值的人，阿妹。所以咱就要看家己做有价值。毋是别人讲我有价值才有价值。因为咱已经得到耶稣基督的救赎，咱就是上界有价值的人。伊用重的价钱甲咱赎回。希伯来书9章20讲，若照着律法，既然物件差不多拢是用保护的洁净的。无漏血，所以就袂当得到赦免；无漏血，所以就袂当得到赦免。旧约，你拢爱透过血，所以才会当得到赦免。但是今日透过耶稣基督赎罪功劳，伊一遍献上，咱就永远得到这个恩典。这是何等大的恩典！过去爱用牛精啦、山精啦，这个绵羊、钱啊。真多献祭物件来担当咱的罪，但是上帝的囝耶稣基督用伊家己的宝血来洗净咱，毋是讲洗一届两届安尼咱就爱搁继续洗，毋是一届就好，一届就永远清气。所以伫咱的信仰内底无咧讲洗你两届，无咧洗你两届，你已经洗咧，这个洗咧就是有功效，你已经得到清气。伫旧约的时代，若是犯罪，就是爱赎罪，爱赎罪当然爱献祭，这精神的血，一种的洁净赦罪。但是咱的主耶稣基督用伊的宝血来除去咱的罪，所以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咱会当得救，咱会当受称罪义，咱会当伫上帝面前，咱会当甲主耶稣基督坐道。这是何等的恩典！咱今日就是领受这款恩典的人，咱今日就是咧享受这款的恩典。宝血就是咱得到上帝恩典的一个证明。第二，宝血就是上帝听咱的一个证明。咱原本拢犯罪，甲上帝做对敌，但是咱的主耶稣竟然为着咱来牺牲流血，来洗清咱的罪。上帝听到伫遮显明，那么上帝听咱无今日这款的恩典，所以十字架功劳，这是一个真重的赎罪的代价。主耶稣基督伫十字架顶受定，伊流出宝血是一滴一滴、一滴一滴，豆豆伫遐滴到伊开灯。这就是各个这个加略山的十字架。宝血一滴一滴，为着咱来流出，这个上帝听，这个上帝听。腓立比书2章8节，保罗讲既然有人的样相，就家己屈家，全心顺服到底死，搁死于十字架顶。这个上帝听，上帝为着咱有罪人，竟然甘愿屈家，若有人的样相，处罗卜的样相，搁为着咱的罪死伫十字架顶。这个十字架伫罗马时代是最重的一个刑罚，真最担当咱的罪的记号，互咱的罪得到赦免。所以咱就要相信耶稣基督的宝血是大有能力的，咱常常爱仰望耶稣的宝血
佮宣告讲，我是得到上帝疼的人，上帝看我做宝贝，上帝看我做宝贝，我是上帝所疼的人。求上帝赐福咱今日甲主坐道的时，咱会当更加深深感受到，我是上帝宝贝，我是上帝所疼的人。第三，这个保护，就是咱的主耶稣守护咱活命的一个证明。耶稣老是保护，将伊的性命灌入伫咱。咱来读约翰福音第6章47到52节，安尼讲，我实实甲恁讲，信的人有永活，我就是活命的牛。恁的祖伫旷野食玛纳，嘛是死，总是这是对天顶降落的美牛，人食就无搁死。我是对天降落活命的美牛，人食这个美牛就要得到永远活。我所守护的这个美牛，就是我的肉，为了世间人的活命所守护的。我所属的饼，就是我的肉，为了世间人的活命所属的。所以犹太人就伫遐争论讲：哎，这个人到底是什么人？他会当将伊的肉予咱食？因无了解，耶稣是咧指伊的身躯，伊的饼就是伊的身躯，那甲伊的肉同款，这就是伊的生命。伊为了咱的罪来担这个咒诅伊赐下这个新的活命。所以耶稣将伊的肉诚做一个美牛，想赐予咱。检在咱来讲我毋捌食过耶稣的肉，兄弟姊妹，咱咧领受圣餐，就是咧食耶稣的肉，甲咧啉伊的血，这就是伊的身躯，这就是伊享受予咱的活命。所以咱伫上帝面前，咱领圣餐的时，咱祈祷，咱就是凭着信心来领受耶稣的身躯甲保护，就是伊的肉甲伊的血。咱透过这个仪式，咱咧啉主的杯，甲食这个饼，就是咧啉耶稣的保护，甲咧食伊的身躯。约翰福音6章30到80讲，耶稣讲：我实实甲恁讲，恁若无食恁主的血，无食恁主的肉，无啉恁主的血，就无活命伫恁内面。食我的肉，啉我的血，人就永活。伫末日，我要互因搁活。我的肉是真会当食的，我的血是真正会当啉的。食我的肉，啉我的血，常常伫我的内面，我也常常伫伊内面。因我的爸安怎找我来，我搁因为爸我的，同款食我的肉人也要因为我来活。这是对天顶降落的美牛。食这个牛的人，食这个饼的人就永远活。无像伊的祖食玛纳了，嘛是死。兄弟姊妹，咱食这个会败坏的、会朽烂的，食了就无去。但是耶稣的美牛、耶稣的饼，是食了袂喙袂枵，啉了袂喙焦，袂朽烂、袂败坏，是永远的活命。所以咱是得到永远活的人。伫希伯来书的作者讲。照定着人人拢有一边的死，死了阁有审判。但是耶稣已经超越这个死亡的审判，互人透过伊会当得到永远活。所以，咱就要常常用上帝话来宣告：我靠耶稣基督，我得到永活；我靠耶稣基督，我有永活。阿门。第牧师。我靠耶稣基督，我有永活。感谢主，咱就无搁诚做迄个阴间死亡的路财，咱是诚做天父上帝、上帝囝耶稣基督，永远甲咱三角点成的百姓。上落尾一项要甲咱分享，这个保护就是有洁净的功劳。
洁净的功效，就是那甲像这个符啊同款啊，你这个所在会当甲你敷掉的，你会当定心再来。这个保护就是咱灵的符啊，会当撤销咱一切污秽甲垃圾。约翰一书吼第1章第7节吼，伊讲咱若伫光明中行，那甲像上帝伫光明中，咱就会当彼此相交陪。伊的囝耶稣的血，嘛会当洁净咱一切罪。伊的囝耶稣基督的血，会当洁净咱一切罪。这个保护毋是干那洗清讲啊，我这样做洗清，那样做洗清，是你拢总的罪来到伊面前，拢会当得到洗清。咱若捌吟过一首诗歌讲吼，你的罪虽然亲像珠红，但是主要互你白亲像雪。你的罪虽然像珠红，珠红就是咧泥红的，非常红非常红，但是主要互你白亲像雪，就是耶稣基督会当撤销咱一切过失。以弗所书第1章第7节讲，咱借着听囝的血，会当得到救赎，过犯得到赦免，教义丰盛的恩典，咱一切罪借着耶稣基督的保护，会当得到赦免，会当受清罪义，咱会当像迄个拿三，这个离闪唔对的，甲付掉共款。这个保护唔会当洗除咱的罪，嘛会当撤销咱一切这过失。不管咱伫咱的生命中间，可能咱有咱的行道的无好，讲话无好，还是咱的道德上的无好，但是所有这无好，咱若来到伊面前，咱求耶稣赦免咱。兄弟姊妹，检查伫咱的讲话中间有过失，咱祷告造成真多的问题，咱就来到主的面前。咱甲伊坐倒的时，咱认咱的罪，求耶稣的保护洁净咱，洗清咱的罪。有时咱做些看起来真困难的代志，因为主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赦罪恩典，互咱会当真做清气，互咱会当无过互这个代志做捆绑，反倒转上帝互咱有智慧、有聪明有信心、有气力。咱会当向前迈进，咱会当解决一切看起来是无可能解决的问题，还是医好咱真侪可能无法通医好的病。兄弟姊妹，耶稣基督的保护有困难，会当撤销咱一切罪。所以咱要甲主坐倒时，咱嘛讲主啊，求你用你的保护来医治我的病，来洗除我的污秽，互我会当得到清气，互我会当得到勇健。互我的心内会当活力起来，互我的身躯会当勇壮起来。耶稣基督的保护，那甲除去咱一切这咒诅的这个苦同款，咱生活可能有真侪无好的，不管伫家庭上、伫工作上、伫事业上、伫生活上所有的问题，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主耶稣基督的保护来甲因撤销一切这过失。撤销这一切咒诅。加拉太书3章13节讲，基督既然为着咱受咒诅，就甲咱赎回脱离迄个律法的咒诅。因为照圣经所记载，既然挂伫树头拢是受咒诅的，但是咱的主耶稣基督已经为着咱来担当这个咒诅，互咱来脱离这个咒诅，互咱会当来野受阿必然的福气，互圣神的恩典也会当临到咱。兄弟姊妹咱毋若伫这个世间的日子，爱倚靠耶稣基督的保护。咱倚靠耶稣基督的保护，这阴间死亡的咒诅，嘛同款要离开咱的身躯顶。哥林多前书15章20节到20节，安尼讲。独独基督已经对死过活，正做咧困的人头水的果子。这个死，既然因为一人来，死人过活嘛是因为一人来，
伫阿当内面咱拢死啊，同款伫基督内面咱拢搁活。兄弟姊妹，耶稣对死搁活，伊的保护除去所有这阴间死亡的咒诅。所以保罗讲：死啊，你的看赢伫倒落？死啊，你的厉害伫倒落？死啊，你的厉害伫倒落？但是透过耶稣基督，互咱拢会当赢过这个律法甲死亡的捆绑咒诅，互咱会当得到永远活的福气，互咱会当享受上帝百姓一切的恩典。兄弟姊妹，咱要甲主坐道，求主帮助咱，互咱会当搁一遍确信耶稣基督的保护洗清咱的罪，医好咱拢总的病。耶稣基督毋那撤销咱的过失，耶稣也赢过一切阴间死亡的关系，互咱无惊吓这个死的关系，互咱有永生的确据，互咱会当逐工活伫上帝恩典内面。咱毋是一当来求伊赦免一遍，还是做毋对来赦免一遍。咱是常常伫主耶稣基督的面前认咱的罪，求伊的保护来洁净咱。我相信伊欢喜来赦免咱的罪。咱会早起忙靠着保护的大权能，咱若有病，求主耶稣给咱医治；咱若有什么款的艰苦，互咱会当脱离；咱若有什么款的压制，会当得到自由；咱有什么款的捆绑，会当得到逃绑；咱若有什么款的咒诅，完全来脱离，互咱会当用信心来领受天国甲永生的福乐，用保护来医治咱，互咱有健康，互咱有勇壮，互咱会当事事亨通，互咱会当享受上帝互咱最大的恩典，就是耶稣基督的保护。咱三角来祈祷。主耶稣，阮会早起要甲你坐道，主啊，就是你拍破你的宝体，流出你的保护来洗清阮的罪。透过你的保护，互阮知上帝恩典到伫阮；透过你的保护，知上帝疼阮，阿爸爸无限量的疼到伫阮；透过你的保护，知影你代替阮的罪，代替阮的咒诅，阮迄个旧的生命拢甲你同顶十字架。伫你内面旧的代志已经过，拢要变成新。感谢你赏赐阮新的生命，感谢你，互阮的赢过阴间死亡的关系，会当得到永远的福气。互阮知影伫你的面前有满足的欢喜，伫你的正手有永远的快乐。主耶稣，阮会当常常先宣告，靠着你的保护，互阮所有的这个病痛得到医好。阮这软弱得到勇壮，阮这困难得到解决，阮所有的代志伫你的面前，透过你十字架功劳来得到你赏赐阮丰盛的恩典。主，多谢你，阮要甲你坐道，求你伫阮中间，互阮来领受你身躯的恩典。感谢基督靠耶稣的名，阿门。现在咱要来念。圣诗149首，这诗歌咱看捌念过，应该是捌，捌这首捌啦，他出。
主我来救你，为救我我你看我安慰，你想红我，你看我宝贵，虽有艰难，笑脸的温柔，求主我来救你。放下自尊，要我的心志，主我救你，主我救你，盼你旨意，心情的甜蜜，求主我来救你。使用着帮行你的行头，有时窗外你保我温暖，亲像枝仔顺传甲你当，求主我来救你。太阳魔鬼细细的关心，主我救你，主我救你，今日白头的应让我听，求主我来救你。将平夜夜的无的行去，日边有条康平安行去，孤单向我比你面欢喜，求主我来救你。兄弟姊妹，请恁注意来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就是照保罗所讲，因为我对主受也捌传互恁的，就是主耶稣，互人袂迄面有摕饼祝谢来爬伊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今日来纪念我。食了后也安尼捧杯，讲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会所设立的。既然恁的是着今日来纪念我，因为恁逐摆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咱这个时阵照耶稣基督，咱的救主，伊受卖一面，伊有甲学生坐倒，摆设宴席，伊摕饼来祝谢。咱照伊的圣模样，咱大声来感谢父上帝，三甲来祈祷。主耶稣，现在阮照你的命令摆设这个宴席，为着要纪念你永远的祭司，阮谦卑求你找圣神来圣别阮，也圣别者会摆伫你的面前所享受的饼甲杯，互阮接受者会对神有恩伫你的身躯甲保护。对伫你恩典的帮助，为通成做阮属灵的培养，也会成长伫你的恩典，通荣耀你的圣名。奉主耶稣基督名感谢，阿门。这个是主耶稣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的，咱大概食的时，就今日来纪念伊。咱来请咱的长老来捧饼。
而且咱甲主坐道的时，咱记着这个饼，咱感谢伊，这是活命的饼。咱若食这个饼，就永远袂枵。主耶稣用伊的身躯受钉，伫十字架顶来献上伊家己，来赎回咱。原来受诅咒的性命，互罪压制捆绑的性命，拢已经得到逃放。保罗讲：现在的我，不是我的我，是基督伫我内面的我。因为耶稣基督为着咱，伫十字架顶代替咱应该死的，伊代替咱，为着咱来献家己，诚做赎回祭，互咱会当透过伊。会当得到赎回。像这咱拢有记着饼吼，若无请举手。摕去食，这是主耶稣基督的身躯，为着你，为着我来拍破的。既然食的时，就今日来纪念伊，三个来领受。食了，主耶稣也捧杯，讲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血设立的。既然啉的时，就今日来纪念我。请咱的长老来捧杯。现在咱也已经。也说你入教会，诚做成人陪餐会员，咱拢会当甲主坐道来领受圣餐的恩典。主耶稣对犯下归应伊的人所讲恩典的话：恁既若着我担当担的，就就跟我要互恁安息。我就是活命的饼，就跟我的人决断袂枵，信我的人永远袂吹焦。就跟我的人，我决断无气杀你。我徛伫门外拍门，听见我的声来开的人，我要入去就近伊，来甲伊食，伊也甲我食。枵喙焦行无义的人有福气。因为因要得到饱。主耶稣的保卫，诚做永远的祭司，一边献上，诚做永远。靠着耶稣基督的保卫，互咱的罪得到赦免。互咱的所有的污秽得到洗清，咱身躯一切这咒诅完全拢得到脱离。
摕去啉，这是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所设立的新约。咱既然啉的时，就今日来纪念伊。咱三个来领受。恁逐摆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甲恁三个伫咧，三个来感谢。愿全心感谢无所不能的上帝，因为对你极大的疼，互阮领受你的圣餐，做培养阮灵魂真的食物，搁阮明白你欢喜阮、疼惜阮，也知影阮真正是圣境奥妙身躯的一体，就是受祝福忠实的信徒，也是你永远的国的后裔。主阮的上帝，当阮甲你坐倒，领受你的圣餐，伫信心内面，互阮会当宣告，阮的罪得到赦免，阮的病痛得到医好，阮的咒诅得到脱离，阮会当诚做领受你永生活命的人，阮是上界有福气的人。主啊，当阮搁一遍伫你的面前，将家己献做活祭，伫你的面前，求你感纳阮，也用你的慈悲帮助阮，互阮会继续这个圣洁的交通，对他以后，互阮更较疼你，热心服侍你，所行所做拢会当荣耀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这是咱要来圣餐的奉献，请咱的长老来感谢上帝，互咱透过圣餐的恩惠，领受主的恩典，互咱会当伊献上感谢。现在是咱起立，主要说感谢你，互阮会当伫新春的头一个主日，阮会当甲你坐倒，主啊，阮会当搁一遍透过你救赎的恩典，互阮得到新的生命。阮毋敢若是旧的年甲新的年的弃旧换新，互阮会当真正脱去旧的人，穿新的人，有新的活命，有上帝的真理灵义伫阮的身躯顶，互阮会当知影阮是有福气的人，阮领受阿伯兰福气，一切这的咒诅拢离开，一切这的撒旦魔鬼的所有的这的罗网完全来脱离。互阮会当伫你内面得到自由，互阮会当恢复甲你美好的关系，甲人美好的关系，互阮所做逐项，照你所应允互阮的，阮会当凡事行通顺利，阮会当身躯勇健，亲如灵魂勇健一样。当阮为着领受圣餐的恩典，阮献上阮的奉献，做你圣工的路用，阮也将家己献做外祭。互主你使用，愿你感纳，愿你祝福，感谢基督，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请咱议员徛地，吟祝福车恳的诗歌，吟诗煞祝祷，请陈牧师。
咱恁通平安去，借着主耶稣基督的保护，心内罪恶拢得到洗清。透过上帝真理的话语，种植好的心田，互阮每一人拢会当结实30倍、60倍、100倍。但愿平安的上帝，就是捌伫永远的约的火，对死人中带羊群的大牧者，咱的主耶稣搁起来，互恁伫逐项好事完全来行伊的旨意，搁对耶稣基督伫咱的心内行代志，得到欢喜伫伊的面前，愿荣光归伫伊，代代无衰。阿阿门。门。阿门。阿门。请坐。咱今日在聚会到这，请咱灭倒了才离开。